Tesla 在電磁學領域有多重要。現時磁感應強度嘅國際單位採用 Tesla 嘅 T 為官方單位，利用磁力共振造影的磁振造影儀叫 Teslagon， 以及生成影像的造影劑 Teslagon 都是以它的名字命名就知道了。Tesla 對 X 光相關貢獻沒有被人認知的原因，是因為喺1895年他的第5階實驗室發生滅絕性火災，將相關的資料全部燒毀了。在火災後 ，Tesla 無奈地對紐約時報說出 "I am in too much grief to talk. What can I say?" 就知其苦惱程度去到無話可說的地步。早在1894年那時，Tesla 對 X 光的研究已經有清晰理解。除了使用克羅克斯管之外，他還發明了真空管去實踐這技術，利用 Tesla 高壓線圈產生的電場加速發射一個單一電極去產生電子的現象。在那時 Tesla 已意識到來源是雙極管中的陽極或他發明的單極管的玻璃壁上的了。過去 Tesla 採用其他方法拍攝出同樣照片，但未理清原理。這次用真空管拍攝馬克吐溫時，令人驚訝的是沒有顯示人像，而是顯示了用於調整相機鏡頭的螺絲。後來 Tesla 成功地獲得了人像，他稱之為陰影圖 （Shadowgraphs）， 這成為他在美國拍攝的第一張 X 光照片。德國物理學家 Wilhelm Röntgen 於1895年發表了他有新的發現。初步實驗出有一種未知的射線，刊登於 Physical Medical Society 雜誌上。Tesla 將他的 Shadowgraphs 法送給了 Röntgen， 雙方對此作出了共同認知。Tesla 將這一發現歸功於 Röntgen 亦對 Tesla 的 Shadowgraphs 表示出祝賀。此外， Tesla 也理清了 X 光的用處，它能確定異物位置和檢測肺部疾病等等。更指出因應物件的密度大小會令射線造成不同程度的顯示效果。1896年 Tesla 發表一系列相關文章及圖像於《電氣評論》，圖像包括 Tesla 嘅單極真空管、一個玻璃球、一個單一的電極和一個導通導體。真空管透過以上回路可產生出如圖像中顯示的鞋中人腳的陰影圖。文章有關於 X 射線及其對生物的危害性。另一篇中講及陰極流向是由非常小的粒子電子組成。許多年後，物理學家描述了電磁輻射量子的粒子特性時，稱之為光子。Tesla 為了避免他的 X 光燈的玻璃必被加熱融化，更為此設計出一個球管冷卻系統，至今仍被廣泛使用。1901年 Röntgen 寫給 Tesla 一封信：尊敬的 Tesla 先生，你拍攝的照片給我帶來了莫大的驚喜，為此衷心作出非常的感謝。如果能告知我是如何製作就好了。懷着特別的敬意，對你表示至誠的 W.C. Röntgen 敬上。除了以上所說所見之外， Tesla 也進行了 X 光反射性的實驗，利用不同物料去做反射面，並描述其透射和反射的特性，如何透過距離和減少曝光時間來提高影像圖的品質，還有壁厚的燈泡產生的射線具有更大的穿透力，相應的減速時間更長等等。Tesla 也是最早評論使用單極 X 光對人有危害的人之一。根據 Tesla 自身的理解，為此預防輻射作出防護的3個主要因素：距離、時間和屏蔽。他發現與 X 光需要足夠的距離是一個有用的安全因素。他還試圖建造一個由連接到地面的鋁線組成的保護罩。這些就是 Tesla 對這技術的研究詳細描述，但大部分資料就因那一場大火通通燒毀了。